今日要為大家介紹3款 IM 車系嘅鎖匙。咁第一款你會見到咧就係叫 Smart Key 啦，同嘅車型係差唔多噶啦。咁第二款咧呢個叫 NFC Card， 好似一張卡片咁細張嘅啫。咁仲有一款鎖匙咧就鐵鎖匙，係士啤用嘅。咁我而家就同大家講解呢3款唔同嘅鎖匙嘅用法係點樣啦。好，而家示範下用呢個遙控鎖匙點樣開門啦。首先中間撳一下，道門就會打開。如果撳多一下，就會鎖門。如果想開車尾箱嘅話呢，只需要喺個鎖匙後邊嗰度撳一下，車尾門自動打開。撳多下就會閂返埋。另一種開門方法仲係用呢張 NFC 卡，喺道門嗰度拍一下，道門自動打開。如果拍多下，道門就閂返。我哋拍多下，就睇下點樣去開車啦。你只要需要將呢張 NFC 卡放喺個無線插電位，咁就可以開車㗎啦。好，而家要為大家介紹呢條士啤鐵匙。咁有咩情況需要用呢？當你用頭先之前嗰兩個方法都開唔到個車門嗰陣時，即係有機會個車冇咗電啦。咁首先呢，我哋就要用力推開個門柄。咁打開門柄之後呢，你會見到一個鎖匙窿嘅。咁你插條鎖匙入去，逆時針呢就會開個車門，順時針呢就會鎖返。咁有咩需要去鎖返呢？當你開咗用條鐵匙開咗個車門之後呢，其實係個車係一個叫解鎖狀態。咁你可以開到門啦，又或者可能冇電，你搭好條電之後呢，咁你需要將條鐵匙插返入個窿度，順時針留返一次。咁你到下一次用鎖匙去鎖門，或者用頭先嗰兩個方法遙控匙或者 NFC 卡呢，先至會成架車會鎖晒啲門嘅啫。我哋 IM 車係開門有啲巧妙嘅，首先要放手落去，咁你會見到道門已經自動打開，跟住用啲力，咁就開到門啦。